喂，凱恩，我最近咧換咗新嘅助聽器啊，咁效果好唔好啊？聽得清？好好啊！我試過聽唔同嘅音樂啊，都聽得好清楚。我之前咧上音樂堂嘅時候啊，成日都聽唔清楚噶。你可以咧揾聽力師檢查一下耳機咧有冇損壞，或者咧維修一下同埋調整一下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咁到時候你要分享啲好歌俾我噶喎。冇問題啊！我仲可以打埋手語歌俾你睇添。好啊。聽音樂嘅手語係乜嘢呢？聽音樂，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。